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佳丽，欢迎收看左倾公播仁波切弘法世界的节目。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左倾大圆满台湾祈愿大法会，我们邀请到的是最尊贵的左倾公播仁波切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公播仁波切您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喜在这儿可以跟观众朋友们可以说起佛法，所以祝观众朋友们扎西德勒。OK， 这个首先扎西嘎累是一个问候语，对，扎西德累，对，扎西德勒，扎西德累是问候语。对。那对于这样子的一个问候语，我们都会不太了解，尤其是对藏传佛教其实，在台湾也很多人不太了解什么是藏传佛教？能不能请这个仁波切帮我们做一个介绍？对，很多的人来说到，就是对藏传佛教是。有很多不了解的，所以大家如果是听到所谓的藏传佛教，好像是非常遥远，然后就好像跟佛教有什么关系，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分别，会有这种想法。实际上来说到，藏传佛教是最完整的佛教。为什么说到最完整呢？那么在藏传佛教本身的它的传承来源来说到，就在当初。印度最大的佛学院那兰陀寺佛学院，那么在印度本身就是过去有佛教最怎么说呢，兴旺的时候呢，就有两座佛教大学，所以呢就是其中最早期的最有名的就是那兰陀寺佛学院。那么在藏传佛教的主要的传承就是在那兰陀寺佛学院，然后在藏传佛教里面已经包含了小乘。大乘、密乘这三乘圆融的一个佛教，那么像比如说现在泰国、斯里兰卡、巴马，还有这些等地修持的这个小乘佛教，只有小乘。那么在汉传的在中国，还有台湾，还有日本等地，在韩国也有的显宗法门来说到，那就是只有显宗法门的。那么藏传佛教来说到，就是其中包含了小乘。还有显宗，还有密乘，所以就佛教本身有9乘，所以藏传佛教是9乘圆融的，那么非常完整的一个佛教。那么藏传佛教修持在三传法论的方法来说的，那就是有分成立、外、密这3种修持方法。那么外修是别解脱戒，那么这个方面来说的跟小乘的戒律，那么。在密修呢，就是大乘的发菩提心，密修呢就是密法，以这种的3种的修持方法，所以就是藏传佛教是9乘佛教圆融的最完整的一个佛教，对。我现在所在地呢是台北松山区的左倾佛学会对。那我想请教一下，那个藏传佛教有4大教义，都有很多的高僧大德对。那左倾法王的这个殊胜跟尊贵可不可以请这个我们的公播仁波切来帮我们做一下说明？藏传本身呢，就是在4大教派。那还有在分别来说到，也是有很多的派。那么这个4大教派的分别来说到。其实也是内容是一样的，但是也是有从印度传教到藏地的早晚的一些这样的一个实践的区别，所以就是分成4大教派。那么在最原始的、最早的，就是在莲花生大师所传下来的法，就是尼玛派的。那么再后来呢，就是有很多就是有分别有很多的。传承来说的，也是有实践的早晚传承到藏地的一些实践的早晚而已。实际上来说的都是没有太大的分别性，修持方面来说各方面都是。那藏地也是有，就是在很多的寺庙跟很多的高僧大德，其中在藏传佛教的历史当中来说的，就非常多的高僧大德。所谓的高僧大德都是修持成就非常圆满。的这些修行者，那就可以叫做高僧大德。那么很多的高僧大德，当然就是很多人现在知道的，像那个尊者达赖喇嘛，还有大宝法王还有班禅大师等等，有很多的高僧大德。那其中左倾法王来说的话，也是因为左倾寺的本身的历史来说的话，就只有300多年的历史。那在300多年的历史当中来说到，左倾寺在大圆满的传承上面，那整个的康区来说到，就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然后在左倾法王的佛性事业当中来说到，就整个的藏传佛教是有非常广大的弘扬，而且是在左倾法王本身来说到，就过去它是宝积佛的化身，所以所谓的宝积佛，它呢就是它的法愿是任何一个众生听到它的门号，就可以能够获得圆满解脱的一个这样的祈愿而成佛的。所以左倾法王来说的话，也是那时间来说到，就是第50达赖喇嘛的时代，他是在整个在藏区来说到，就修持大圆满法最有成就的一个上师。他的本身的名字就是奔马认真，但是他后来修持大圆满成就以后，人人都叫他为大圆满上师，所以叫做左倾法王。那么大圆满直接翻译成藏文的话就是左倾，左倾翻译成中文的话就是大圆满。所以奔马认真上师他修持大圆满成就了以后，他成为大圆满上师，那就是那个时候那就达赖喇嘛特派左倾法王跟他的3大弟子都同时去康区建立了寺庙。所以这个历史来说到，就是在左倾法王那个时候已经是60多岁的高龄，但是从拉萨走到左倾寺都是背着行囊走的，然后就在过去的很多藏地的高僧大德们都是这样的。然后后来呢，就是他在左倾现在的左倾那个地方成立了左倾寺以后，那就是在整个的那个地方的名字都变成左倾，变成是大圆满。那就本身来说的话，就法的名字就成为了人的名字，人的名字成为了地方的名字，以这样，所以就现在每一个人都叫我们那个地方就是叫做左倾。所谓左倾，实际上讲的话就是大圆满。所以后来呢，就是文革以后，在政府成立了乡政府的时候，也是叫做左倾政府。左倾乡政府就是相当就是大圆满乡政府，就这样。所以就是因为这个法的书生的来源是这样的。那么在300多年的这个历史当中来说到，整个的康区来说到，就那左倾法王的弘法力声是非常高，而且他对整个康区在整个的藏传佛教当中来说到，大圆满的历史上面起了非常大的作用，而且是相当也是变成一个大圆满的源头。然后在左倾那里呢，就是本身就是曾经莲花生大师亲自到达过，而且闭关修持过的。那么在很多的殊胜的瑞相，都一个一个的有出现。同时呢，在左倾法王现在是第7世，那么在第3世左倾法王的时候，就非常特殊的一个因缘，那就是有13位修行者在闭关中心当中，那么他们就是相约同一天的时间，同一个时刻呢，他们是3位修行者一起变成红光身的，有这么殊胜的因缘。那么在左倾的整个的圣地当中呢，就是所有的红光身数起来是肯定数不起来的，就是许多。那这个是不只是左倾，很多在藏地的所有的圣地、所有的寺庙里面，都是有无数的红光者。像比如说嘎托是10万次红光身，有这种的说法。如同这样的，就是在整个的藏传佛教当中来说到，藏传佛教的怎么说呢？修行的成就来说到，就不是说是只是我们听，好像是说你死了以后会成佛，不是这样的。那就即生成佛是事实的情况，而且到现在也是在很多的高僧大德圆寂的时候，都是变成有红光身的一些这样的瑞相，是我们亲眼可以目睹的。所以就是他的殊胜来这样。那么其中在很多高僧大德当中呢，左倾法王他的殊胜来说到，就他本身来说到宝积佛的化身。那么宝积佛呢，他当初呢就是为了在三道当中痛苦的那些众生而一直发心，他的祈愿就是任何一个众生有听到他的那个佛号，就可以能够解脱痛苦，以这样发愿而最后成佛的。所以就是如同在后来在第1世左倾法王奔马认证的时候，也是有第50达赖喇嘛等还有很多的高僧大德嘛，同时就是说任何一个人有听到左倾法王的门号，就可以能够
解脱下三道的痛苦，所以就是相当就是在整个的藏区来说到，也是变成相当就是每一个人念诵观音菩萨信珠一样，那就是祈祷左倾法王，就是相当拉玛左倾巴切诺。拉玛左倾巴的意思，拉玛是上师，左倾法就是大圆满上师，切诺就是祈祷，以这样的一个，所以就他的殊胜帮脉来说到，就是有这么的殊胜。那么当然是在一个修行者，一个高深大德，而且是为他人发心的一个修行者来说到，那么他的修行跟他的发心来说到，就任何一个众生听到我的名字，或者是听到我的声音，或者甚至经过我的从我的身体吹过去的风向的一个众生，都希望他得到快乐，得到幸福，得到解脱，这是每一个修行者的发心。那如同的道理，就是在相当在藏地的非常多的高深大的大成就者当中，那左倾法王来说到也是非常非常殊胜的一个高深大的，在整个藏土来整个的那个藏区来说到，那就是过去在左倾法王的在时代呢，就是文革之前，就是有一种在人们都有一种传说，就是相当藏地的日夜星宝，这是这样的一种说法。那么日夜星宝的意思什么？日就是太阳，相当就是达赖喇嘛如太阳一般的然后就是夜班禅大师如月亮一般，那么就是大宝法王是如星星一般的，那左倾法王是如摩尼宝一般的，所以叫做左倾一叶诺布。所谓的一叶诺布直接翻译成中文的话，那就是摩尼宝。对，一叶诺布是藏文，藏文的那个一叶诺布翻译出来的话就是摩尼宝，所以就是左倾法王是如同摩尼宝一般的重要，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就是他的所谓的重要是对谁重要呢？对佛法，那么就是对众生是最为重要的。所以就是任何一个众生能够可以接触像这么殊胜的高深大的，能够可以接触因缘的话，那就至少也是可以能够怎么说呢？脱离下三道的痛苦。是，对，我们刚刚听到这个贡布仁波切来跟我们聊什么是这个藏传佛教。其实藏传佛教已经是一个非常圆融，而且结合三乘的一个佛教那我们的左倾寺，我们现在在左倾寺呢是一个大圆满的这个法学会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这个贡布仁波切来告诉我们说，我们到底要怎么祈愿，怎么祈愿才是对的，对您好的。下一段我们继续聊。